牛棚子山上的马也听过了，羊也听过了，猪也听过了。猫也听过。猫没有。有呢。猫没有听过。猫狗都听过。牛棚子山上的警察是猫，没听着？他们是牛棚子山上的守护者。有一天他在巡逻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了，诶，这2天怎么猫婆婆不来跳舞了？猫婆婆去哪里了？猫婆婆是什么？猫婆婆就是牛棚子山上的五保户。猫婆婆是不是生病了？他又想想，我要去看个究竟。警察在心里面这样暗暗地下定了决心，然后他就立即行动起来，赶往猫婆婆家。